做營銷行業嘅你有冇發現咧？市場入面後來做得再好嘅品牌，好似都係永遠追唔上第一個被記住嘅品牌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品牌建立咧，基本上真係一個先到先得嘅心理遊戲嚟嘅。人類大腦咧，面對新嘅資訊，會自動用第一印象做分類同記憶嘅。呢個係認知心理學入面嘅先入為主效應嚟嘅。一旦某個品牌率先佔據咗某個位置，之後嘅競爭者就只係會被比較嘅，而唔係會被獨立記住咯。就好似喺奧運比賽裏邊咧，全世界只係會記得住金牌得主，銀牌偶然會有人記得嘅，但幾乎冇人可以主動講得出銅牌嘅名嘅，因為大腦天生就係保留第一名作為代表嘅。所以後來者真正輸嘅唔係努力，唔係技術，更加唔係產品，而係輸咗喺潛意識層面嘅品牌位置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要做嘅就係透過影片加上精準嘅潛意識溝通設計，用催眠式結構幫品牌盡快成為某一類別裏邊第一個被記住嘅存在，而唔係第幾個被比較嘅選項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